感谢这个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在年底大家同行相聚的机会。然后呢，我的这个标题是“静待满园花开”，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合呢，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在外面跟外行讨论话题，而是一个就是同行之间的一个聚会。因为这个本场的这个整个会议室里所有的人，其实基本都是我们就是买方或者卖方的从事二级市场投资和研究的同行。所以呢，我想给大家就说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心得研究和体会。首先呢，就说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让我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这个李子柒的回归。而且我回想了一下，就是李子柒当时这个停更之后，然后基本上就熊市了，然后呢，他一回来呢就牛市了，然后我希望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冥冥注定的巧合啊，希望。然后为什么这个我喜欢李子柒呢？就是我是他的这个长期粉丝，因为呢，第一是因为我自己也打理一个花园，就他有一个花园，我也有一个花园，然后这是我家，然后呢，那个旁边的是我和我的狗，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的花园也挺好看的，对吧？然后呢，我在打理花园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有很多体会，就是我发现这个养植物这个事情啊，它跟这个投资特别像，就比如说我的第一个体会是。就是颜值最高的花，它冬天都特别丑。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花园爱好者，就是都有这个都知道的有3个植物叫做花园三宝，这个月季、绣球、铁线莲。然后呢，它们在冬天都特别丑，它就很像我们的这个强周期行业啊，就是有可能暴利的，有可能实现暴利。比如说我们自己证券行业。其实也是一个强周期行业，也是就说前几年大家景气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明星分析师还是我们的明星基金经理都是这个名利双收，这个走上人生巅峰。但是呢，现在呢就都很惨，对吧？然后是这个人人喊打，过街老鼠，金融羞耻。然后呢，就是周期底部都特别惨。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几个花儿。就是这个左边这个都是月季，同样的就是左边就是冬天的时候，然后右边就是它的这个春夏的时候，就是你难以想象它冬天能丑成这样，然后呢它春天能漂亮成这样，然后这个是铁线莲，就是看左边的那个，基本上你会认为它已经枯死了，然后大部分的新手在那个状态就会把它扔掉，但实际上呢它并没有死掉，然后最后这个是绣球。也是一样的，他们冬天都特别丑，所以我觉得就跟我们这个行业很像就很像，就是无论我们看这个，无论什么航运啊、钢铁啊，对吧？房地产以及我们自己这个证券行业，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是什么呢？就说这些花，它都有一个必要条件才开花，它需要经过春化，就是如果不春化，它不开花。然后春化有3个要素。第一个是要低温，就温度足够低，然后呢，你要给它控水，就是你不能浇很多水。第3个呢，你要给它修剪枝条。所以呢，在这个海南和广州、福建这3种植物是就是没有办法良好发挥的。然后我自己的这个对比啊，我觉得它也跟我们的这个行业特别像，就是说这种强周期性的行业，基本上你都要经过出清才能够繁荣。然后出清的话也是有3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保持低利润，然后呢，你要减少信贷扩张，就是你不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再继续信贷扩张。第3个呢，你需要经历产能关停，我觉得对应的非常好。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对吧？我们这个周期高点肯定已经过了，现在在走下坡路，但是我们产能出清了吗？可能刚刚开始。就是我不是找大家信啊，就是我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是专家，就是因为在座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外行，然后大家在研究别的行业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这个行业。比如说刚才这个刘渊瑞刘总就说的特别好，他分析了一下，即便是在证券的这个就是券商的各条业务条线里面，它的这个集中度和集中度的走势其实差别也是很大的。然后这个研究分庸这个细分行业，它的集中度在下降，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我就回想起来，我刚刚入行的时候，就是我当实习生的时候，就是我这个研究生当实习生的时候，曾经在一家券商研究所，然后那家券商研究所在当时应该是排前5的，整个研究所只有20多个人，然后我在策略组，策略研究员只有1个人，就现在大家不都团队嘛，对吧？一个团队好多人，然后呢，策略团队只有他1个人，有2个人帮他干活，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同学，所以他就1个人带着2个实习生，然后就这个，而且在策略还拿了奖，就是拿了当时的新财富，就很有意思。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就说我们现在这个产能出清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对吧？然后我当时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跟王博在那里讨论说，哎，说这个最佳分析师和精英分析师有什么区别？因为就是我们一个行业可以评出来10几个人啊，但我觉得这个就不多讲啊，对吧？就说，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出清的这个过程，还需要走一段时间啊，还需要走一段时间，就是本行业是吧？然后呢，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悲观啊，不要悲观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产能出清和供给侧出清的力量它有多么的强大。我们可以看一个案例，就是日本现在它的毕业生已经开始被抢。就大家知道，就是日本经历了这个失去的30年，对吧？然后呢，这个它的房价已经创了新高，然后呢，就是它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开始紧俏，所以呢，就说即便它是一个就是减量市场啊，减量市场，经过出清之后依然有美好的前途，但是呢，就是出清的这个过程应该是比较痛苦的，这个是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体会。就是可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出清就产能的出清还需要走一段时间。然后呢，我还有这个第2个体会就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植物的生长，如果是这个雨水多、太阳少，它就会疯狂长蘑菇。然后呢，只有当太阳多起来、干燥了之后，好的，这个时间比较少那我尽量讲快一点。然后呢，它才会开花。就比如说左边那个是我自己在自己家里面发现的。这个蘑菇叫做剧毒鹅膏菌，就是顾名思义它剧毒，但是呢，它长得跟这个鸡中菌特别像，就是鸡中菌是我们老家的一种美食这个价格还比较昂贵的。然后这个就是我想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经济状态，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货币宽松，但是呢，我们的财政呢还没有显著的发力，就是刚开始落地，还没有显著的发力。于是呢，就好像就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宽松了，财政还没有，对吧？所以现在大家就炒很多的妖股，炒很多的妖股，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顺周期和蓝筹就不怎么动。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在座的各位分析师覆盖的那些公司就不怎么动。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这个担心，因为这个我相信太阳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这是我后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就说我这个喜欢李子柒，不仅仅因为我们都这个喜欢弄花园，还有就是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很多这个美好的品质。这个美好的品质呢，就包括就说第一点，就说我觉得人其实原来有很多的潜力，就是其实你可以不被限制，就是你能干很多事情。比如说，其实他最开始是做美食的我应该很久以前就是他的粉丝。然后我发现原来他还可以做家具，我都惊呆了，亲手做了家具。然后到现在他已经开始做非遗的工艺品，然后这是我喜欢他的这个第一点，我说原来还可以这样。然后呢，他这一次回归不是就盖了一间房子，对吧？他给这个把自己的柴房改造成了一间衣帽间，我就很受鼓励。然后我就干了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盖了一个花坛，然后这个亲手搬了砖，然后呢，我在这个淘宝下单买了砖。然后我又在美团下单买了这个材料，大家可以看，一共300多块的这个成本，然后都是当天送到。然后我就自己在那里砌了半个小时，砌了3个小时，花了400块人民币。然后呢，右下角就是成品，我觉得还挺不错。因为我还问了我以前给我们家装修的那个工头，如果你帮我弄个花坛要收多少钱？他说要3000块，而且呢说本周没有空，说要后面2周才给我排期。我心里想，我还不如自己就盖了。
而且呢，大家就想说，我这3个小时创造了多少？2500块的利润，我可以这么理解，对吧？然后我饭后这个相当于这个运动了一下，对吧？饭后运动了一下，并且创造了2500块的利润。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超过我们这个很多分析师的这个平均时薪，是吧？所以就是我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要让自己，就是不要限制自己，不要限制自己，就我们都有很多可能，搬砖也是可以的。但我不是说大家真的要搬砖，对吧？即便我们要搬砖，我觉得这事情也是可以做的，也是可以做的，因为大家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干。然后这是这个我的第一个启发，然后我的第二个启发就是我发现他在持续的学习。当然呢，我本来也持续学习啊。然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这2年做了什么。然后就是我这2年，就说应该说过去1年多，然后我的业绩并不好啊，这个是客观事实啊，我也不避讳。但是呢，我就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我研究了这个美国和日本的这个经济史，就是非常深度的啊，不是说就看看什么90年代呀，看看什么的，就是我几乎把他们每一个5年拿出来作为一个时间段，去深刻的研究了它所有的各个横截面各种类型的，就是说数据也好，史实也好。然后呢，我还比较了，就是说世界上的10几次地产泡沫的破灭。就是不仅仅是日本、美国，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这个什么西班牙啊、意大利啊等等。然后那个思考了一些什么经济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执行机制，后面我就不多讲了。就是我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研究。然后虽然我这1年多，说实话业绩也并不好，但是呢，站在现在，我觉得我比2年以前我的认知水平应该是又上了一个台阶。所以呢，我现在并不焦虑。我觉得我现在是淡定且踏实的，而且我相信可能未来1年或者说未来几年，就是我有自信，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变得更好。然后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对吧？这个是稍微就不是前面的闲扯了，就是分享一下我研究的这个成果。然后呢，第一个是就是说，现在就说大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只要我们在谈比较的时候。95%以上都会去比90年代的日本，就首先假定这个事情一定成立，然后呢就得出了很多悲观的结论。但是我的看法就是，我们并不像90年代的日本，唯一的一个可比点就是所谓的人口的这个增长的停滞，唯一的可比点。但是我们在谈人口的时候，不能就说以总人口为这个度量标准。应该是我理解，应该是以城镇人口为度量，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2元经济结构，我农村的这个生产效率其实是很低下的，只有这个城镇人口它的生产效率才是高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66%，这个还是以常住人口，不是户籍人口。然后日本的90年代已经到了80%几。那我们也就相当于日本的60、70年代，所以说非常有可能，虽然我们的总人口不增长，但是我们的城镇人口是可以增长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然后第二点呢，就说我们可以去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居民杠杆，它也没有日本的90年代这么高啊。这个它曾经在70年代的时候也经历过一段70到80年代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停滞，只不过时间比较短，然后大家没有重视啊，就是我标出来的那个部分。那更重要的是说，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漏过一些什么。对，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啊，就是说我们在日本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也经历一轮。差不多5年时间，4到5年时间的一轮房地产价格的显著回调。如果以实际价格指数来看，它差不多也回调了30%。但是这一段历史被大家忽略了，然后呢，大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说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大家在提到说。我们像90年代的日本，然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要对经济悲观，我们要对股票悲观，我们要对房地产悲观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结论，说我们要看空人民币。但是，日本的90年代人民币是持续升值的。不好意思，说错了，日元。90年到12年安倍三支箭这段时间，长达20年，日本的汇率是持续升值，涨了1倍。从160涨到了80，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很矛盾，对
对吧？就说如果说你硬要去比日本的90年代，为什么你不去比当时的汇率？为什么你得出了一个相反的一个汇率的结论？那更加相似的其实就是这个80年代初那段，我给大家就是标出来的绿色的那一段，就绿色的那一段，它跟现在的中国，第一，我们处的发展阶段，就是我们城镇化的水平是接近的，我们的产业升级的水平是接近的，然后我们的人均 GDP 的水平也是更加接近的，而不是像90年代日本已经是美国的水平，我们现在只有美国的1/4，然后更加接近，同时在汇率的表现上也是更加接近的，就是那段时间是一个汇率持续贬值的过程。那所以我们比了那么多的方面之后，是不是就说可以得出，就说我们从这些来看，至少我们是更像80年代初的日本，而不是90年代。然后呢，还有一点是我们看这个外部环境啊，然后我前面再补充2个数据，就是说我们其实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同样发生了，大家可以看建筑业投资的低迷，也一度负增长，也同样发生了居民负债的增速下行，跟我们现在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啊。然后呢，另外我们看这个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也是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就是说人间可能有很多巧合。完了，我这个时间到了，是不是？没事，我还能再继续讲吗？好的，谢谢。不好意思，还好我是最后一个。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外部环境，大家知道这个最新特朗普这个任命了这个贝森特，作为美国的财长。然后呢，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啊，就是说在美国有一些国外有一些主流的这个就是这个政府的经济顾问等等，包括有一些是贝森特之前的同事，他们就提出了一点，就说贝森特至于特朗普的这个作用和角色，可能会非常接近贝克与里根的角色。大家可以看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里根的任期是80年到88年，然后呢，他的第一个任期和第2个任期经济政策是完全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他在第1个任期的时候抛出了星球大战计划，然后呢，体现在财政上面，就是他的财政赤字从1.点几上到5.几，就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到5.点几。但是在他的第2任期，财政部长换人了，就是他之前的经济顾问贝克成了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然后他的整个思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第一呢是说这个财政收缩。就从这个5点几，后来又降到了3点几，然后呢，并且呢进行了一些国际协调。这个国际协调呢，中间最著名的就是广场协议。那广场协议一方面是鼓励他的贸易对手方进行货币升值，那更重要的是说鼓励他们刺激内需包括德国和日本。那他们的确也做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就是贸易赤字显著收窄。同时，美国的企业盈利也下滑。大家可以看，美国的企业盈利和产能利用率也大幅下滑。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利率下行、估值的提升，使得就是美国的股市呢也并不差。但是这个是对于美国人而言，如果你是一个海外投资者，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日本人，那你去投资这个美股的收益就会很差，因为美元大幅贬值了。这个就是当时发生的。而现在贝森特提出的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相似。贝森特提出了一个333计划，包括最这个典型的一个就是他希望在2028年的时候把这个财政赤字降到3%然后我后面讲快一点。所以就说我倾向于就说这个外部环境也是非常像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点，就是说大家之前都把广场协议当作日本的一个失败。因为广场协议是，就是说86年签署的，在那个时点，日本的这个无论是房价还是股价都已经涨了一段时间，所以呢，广场协议起到了一个火上浇油的作用，所以就导致了一个泡沫。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个谷底在一个谷底。如果说我们来一个类似的广场协议的话，我相信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音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走出通缩，帮助我们刺激内需，以及帮助资产价格的表现。而不至于泡沫化。所以这是我想分享的，就是说我觉得我研究下来，我觉得这是最能够可比的一段时间，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贝森特对人民币的态度。我看了他的很多的访谈，这是我直接截屏的2句话。就他认为
这个在他们的这个研究他们公司它的任何学术模型之下，人民币都显著低估。所以就是我的结论就是说，我们更接近80年代初的日本。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得出2个很强的这个判断，就是无论是实际的房价还是股票，都创出了新高而且是后面都是一个就是非常不错的行情所以呢，我就写到最后就说呢，第一就说我觉得本行业其实需要一个出清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中间呢，可能很多人是就是待不到这个花开的那一天的，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可能需要转行，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沮丧因为如果说你去做一个新的行业，说不定也非常的优秀。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李子柒以前曾经在这个夜店打碟，然后后来因为他们家里有一些变故，他的奶奶生病，他就回到农村去陪他奶奶，然后被迫开启了一份新职业，然后就走上了巅峰。然后我非常的这个衷心的期望就说在座的各位同行，假定你觉得证券行业不再是一个值得留念的行业，转行然后呢，非常期待你能够在新的行业这个走上巅峰这是第2点。第3点的话呢，然后我还是相信我们行业出清了之后会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就是这个所以呢，就说如果你热爱的话是可以坚持的。然后呢，我的这个标题是静待满园花开，就是我相信一定有满园花开的时候，而且不会太长。我刚才讲说我研究了10几个这个泡沫，然后我发现90年代这个日本的泡沫，它不是一个就是典型，它其实是一个特例。然后呢，大部分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了之后差不多在3到4年的时间就企稳了，然后呢，在5到6年的时间就开始涨了。然后呢，大家想，我们到现在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其实完全具备企稳的条件，再加上本身我们这一轮调整的这个出清的程度就比较强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新开空比高点打了个2点几折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很多企业其实都已经死掉了，房地产企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说，其实就说我觉得不用太悲观然后最后一点呢，就说这是我在这个李子柒的这个身上就是看到的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鼓舞的一点，就说他在那么偏僻的农村，然后居然每天都过得很好，然后每天都吃得很好然后山珍海味，然后他还给自己酿酒然后这个寻欢作乐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就说你在哪里熊市还是牛市在农村还是在哪里，然后你有没有很高的收入，大家都其实是可以保持快乐的，只要你愿意所以呢，就说就是因为在座都是同行现在我们在行业的寒冬，然后大家都比较惨被这个过街老鼠一样的这个对吧歧视但是请大家都这个善待自己保持快乐，谢谢。